迎收看福起来的好空比播，下个电视台啊，有咧做的清旧的节目哦，同许多观众朋友的分享哦，就係闹热大擂台哦，也係咧歌唱的比賽的節目啦吼，要集中的同到全國各地啊，同好唱歌的表演的朋友哦。今年啊吼，勁高的同杜拜的比賽過後咧，已經選出了6強哦吼，今年吼也決賽嘅哦，到底吼係萬年吼會進入前3強咯。相信觀眾朋友吼，要同期待啦吼。近本日咧，要同歡喜吼，做得吼邀請到嘅6強底度嘅4強吼流行組底度嘅吼4強嘅小朋友嚟到現場嚟大家分享哦。唔過啲啊之前咧，先來欣賞一下一段精彩嘅 VCR 哦。太海有暖暖，更南方，山燈有暖暖，更你跳在頭上有阿婆更小羊，記牢春天嘅故事，老眼慢慢衝。頭髮開來頭髮哪裡夢，溜呀啊溜溜啊，頭髮滿山光，天空落水搶了草，髮樹還愛衝愛衝。好，剛好有看到當地人食嘅咧，就係日本流行組嘅比賽嘅吼，前6強嘅吼，小朋友哦，根本呢咧沒有嚟到現場哦，故說一下就先來分享吼，就係流行組嘅參賽者吼，林奕涵吼。大家好，我係林奕涵，今本日同歡喜來參加呢個節目。好，還有另一位咧，就係剛好啲影片底度有看到嘅當地人食嘅吼，劉一晴。以前吼，大家好，我係劉以晴，同歡喜來到呢集節目。哇，今日吼真嘅有看到2位吼小朋友嚟到現場吼，就咁大嘅年齡層有冇？大家平均起來吼，就感覺日本嘅比賽吼，其實咩冇想到吼啲流行組嘅比賽吼，比進來吼啲6強嘅時間年齡層就差唔多吼，唔係國中就國小啊吼，像2嘅，像雨涵是國中嗎？國二，也係國2。就抽嘅啊，奕晴咧，國小6年，國6係冇，也係國6係，小6就抽嘅啦。哇，今日呢個造型後面穿貼片吼，有咧哇，穿太嘅蝴蝶結，呢條藍毛燈吼，也就看到吼，其實也係小朋友吼，唔但像係有看到人家條即啲新聞啊，看到細學生啊，某一國中生吼，就係壓力動態，就係啲功課啊，吼，在學業上啊，清辛苦，人家都要含來比賽呢。唔會知道比賽係咧清辛苦嘅事情冇？雨涵不會，唔會哦，因為覺得很快樂。講正經係解嚇，因為比賽其他條人家哈比到一下沒有46年嘅呢，當久呢，係咧持久賽呢，係啊，唔會知道當跳嘛。比讀書還要好很多。讀書有按艱辛係嘛，按痛苦就做嘅啊，奕晴咧。很快樂。很快樂嗎？因為唱歌嘅係唔似個好嘅事情就做嘅。不過講到唱歌嘅吼，2位吼，其實大家唔知聽得出來嘛吼。第一講合法也部分吼，可能當然就會知道小朋友講嘅合法較唔爭，每法就係較唔會講，會聽聽。像雨涵屋企啲都係萬年係行人咯。阿爸。爸爸係行人，啊媽媽係好老人。嗰時候啲屋企啲都就較少講就錯嘅，像喺爸爸嘅片，讀到阿婆嘅化妝堂嘅度就錯嘅，對，堂嘅度合法。啊，唔係用嘅來接觸也合格嘅咯，合法嘅部分啊。就是學校老師都有在教。哦，鄉土教學嗰種，你就現在就會來學也合法。沒有，他會安排，像國1的時候是學客家話，然後國2的時候是學閩南語。哦，係冇強用嘅就錯嘅，也係咩讀初中也模擬嘅教育就錯。啊，唔好嘅教育，你做喺屋企啲都為了爸爸媽媽，媽媽可能聽唔識，為了爸爸講客嘛。唔會，唔會哦，因為做唔地啲屋企啲都就係開始啲成班啲都就係開始講啊。唔講好，其實就可能講啊，喺媽媽會講唱歌嘅真正係唱嘅同好呢，家下就看到奕晴啊，唔係合法。
算来要讲的，要讲啦，系冇？你较细时节就有来伫个学业合法的没？你还上小6没？所以你什么时候开始来学合法的呢？国小1年级。国小就小1的时节，要去学校制度伫个教就错嘅。嘿。唔过你不卡制度，爸爸妈妈喺万宁喺行业。2个都是。两啥都喺就错嘅，两啥都喺。唔过唔嘅合法含喺啲學校制度學到嘅較多就錯嘅。啊啲學校制度一開始學到合法嘅時節，喺演講比賽較多含喺創國嘅，因為學校制度可能較少創國嘅比賽吼。啊，嗰時候喺演講比賽比較多。對。你們有參加？有。那時開始，小1就開始。小1就開始會參加乜㗎？朗讀哦。要背稿。背稿，背客家稿，含係國語、客家島。啊，唔會知道真困難冇？有，我用背嘅就錯嘅。唔過唔背嘅時間，沒聽說地道記嘅意思咩？啊，唔練習嘅時間係念本爸爸媽媽讀就錯嘅。啊，有得到好嘅名次冇？一開始沒有。一開始沒有啊，後背咧，後來就越來越好就錯嘅。啊，過來就衝過嘅。啊，衝雨涵咧。雨涵，你有在學校也有參加一些演講比賽，還乜個比賽嗎？吹捏啊？有啊，學校都會舉辦那個什麼卡拉 OK 比賽，或者喺學校地度沒有呀就錯嘅，卡拉 OK 比賽就錯嘅。還有什麼才藝競賽？故說你沒有參加動多這類似的比賽就對了。啊，像也哈引領大家有講到咩？也哈細學生啊，吼，再會學動多嘅東西，學業壓力又要學測，有冇？動多嘅考試啊，嘛個，人家就也哈要來學業才藝嘅部分，喺自家老爸爸媽媽爭取講啊，可以來學嘛個鋼琴啊、跳舞啊、唱歌嘅，含喺爸爸媽媽知道，細年嘅就會培養一下安尼，人家就啲不卡啲都會用嘅，種語涵啊。我是自己想要學。你第一擺學嘅才藝係乜個？跳舞。跳舞哦，你用會想講我來學跳舞？是以前的時候，媽媽覺得我很過動，過動係嗎？就讓你動會。對，然後就讓我比較累，因為晚上會一直哭，所以要讓我比較累一點。嗰時候你喺細時節就開始學跳舞，啊，你跳舞係幾多細時節學嘅？大班，幼稚園就開始學個。哇！一開始學跳舞，啊唔學唱歌誒，像個抑制你嘅過動就錯嘅。嗰時候哎 nice，像一下畫面看看到係乜衫哦？係雨涵嗎？雨涵哦，你用看得出來係唔？也係幼稚園嘅時節係冇？對。也係一類比賽，係喺成果展係冇？成果展。哇！你細時就看出來你算係高嘅吼。真高嘅，也咩係一類中國舞蹈嘛，那只係唔下動王嘅就錯嘅，中間的。哇，你跳暗歌，也就較太嘅。對，這是最近的。最近街舞的表演。他也夠曉就好拍種嘅就錯嘅，就好街舞嘅。啊，你那時開始來學也唱歌嘅部分，因為大家就知道誒唱作俱佳咩，係冇？你也就係先跳舞啊，再來唱歌嘅，唱也係乜干咯？人家就會追歌咯，對，就是我們舞蹈以前是舞蹈班的，然後他會就叫每個人主持。哦，唱也係第一主持嘅時間就錯嘅。對，主持係唱歌嘅，唱也剛才有講到嘅追歌咯，係三三嘅。啊，人家這是怎麼成軍的？就是之前我們參加同盟會的時候，那個節目幫我們組的。哦，有台時間就讓你三傻有差不多性質，就可以組織成這樣子，就變成了追歌啊。不過現在解散了啦，吼。對。唔怕呀，他這樣單槍匹馬有冇單飛吼？這個有較好嘅，就 focus 喺個唱歌嘅也部分就錯嘅。啊，唔過來這樣開始來學唱歌嘅，然後跳舞來結合。來做強下就錯嘅，唔過啲議程入邊，剛才沒有看到。你雖然可能冇唱喺街舞較動感嘅，剛才有看到你哋唱嘅咩有動到嘅 pose 吼。你有學舞蹈嗎？有。沒有喎，喺啲學校學行嘅才藝班嘅種。才藝班啊，有分那一種嘅冇咁樣嘅舞蹈冇？我學芭蕾舞。芭蕾舞哦，芭蕾舞彈咁輕跳呢？是不是要拉筋嘛？個輕困難，唱一種就係冇，唱一就係唔咩？那只係唔那個較細嘅。對。哇！啊，唔會知道跳舞較辛苦還是唱歌誒？因為跳舞會輕跳呢，會冇？
还好，还好。真嘅，迄细年嘅就唔艰苦啊，真嘅。唔过你呀，相片地图吼就有看到东东也就会随意啊，呀随意嘅部分系唔系就会啲闹热大擂台地图咧，就听听嘅来发挥。有东东望向嘅主题嘅世界，就知道像甲下嘅主题系嘛干喏，老姐姐向下创嘅，喺2-3年向下合作系冇？对唱。对唱，嗰擺嘅主題係對唱就錯嘅。對唱嘅時節呀，雨涵係請萬寧來對唱嘅喏。我是第一次是找那个佳琪，佳琪姐姐，然后第二次是找依云。唔過啲呀唱呀歌曲嘅時節，唱甲下對唱有冇？係老姐姐啊，嗬，老姐姐啲對唱可能啲布卡迪度就做得練嘅咩？姐姐其實沒有參加係冇？有。唔過佢冇進入3強，故所就沒有辦法變成季冠軍，就是變成我們現在的前6強就錯嘅。對。哦，啊啲好搞迪度，啲布卡迪度，你就有老幾向下練習來對唱。剛下看到嘅幾擺嘅比賽，咩有得到同好嘅成績吼。要即類就有加分呢，加分動到係冇。香港幾擺嘅時節，即啲嘅唱嘅時節吼，佢對唱嘅時節其實會讓唔卡到咩，佢嘅聲音會較細聲啲咧，有冇？有。啊啲布卡就會按嚟練習就錯嘅。你自家知道啊，唱得較好，係即唱得較好。你自家有按嚟比較冇？沒有，冇嗬，唔怕啦，唔輕易就係唔嘅咩嗬，輕易就係咩未出來。唔過像喺雨涵咯，你像啲嘅比賽歌場，家家有看到會有較輕快嘅歌曲，也還有好嘅街舞啊，係唔係你啲嘅拖嘅時間？因為大家看到雨涵就會知道，你應該要唱柔情，就是抒情的歌曲吧，較電影下嘅有冇？唔過其實沒有動到動感，會跳舞嘅係冇？就是要讓人家覺得。就是人家覺得我是柔的，我就要表現另外一種給人家。按 C 就反骨啊，唔過你喺唱嘅時間，你會知道輕無強用嘛？因為你喺唱較夾嘅歌曲嘅時間，聽錯就會跳舞咩？嗬，因為你有學舞蹈嘅，你喺跳舞又會勁跳勁衝，係唔係會有幾個困難度咪較高一些咧？那個就是氣要夠，然後。就是不要喘就好了，然後慢歌。可是不要喘就真困難啊，係冇？係啊，嗰時候啲跳嘅時間有練動作擺就錯嘅，我會盡量去練習你的肺活量，係咪㗎？有做乜嘅運動冇？就是仰臥起坐。仰臥起坐，大拜，係當年做還係大禮拜做？大禮拜。大禮拜，我做一做就練出腹肌嗰種嘅，有冇會咁嘅？不過啲跳舞嘅時間，嗱看到雨涵啊，有動作嘅動作擺吼，唱夾歌，還係唱慢歌吼，其實動作嘅評審對人嘅評價咩稱好吼，係冇強用嘅，較抒情嘅，還較夾嘅都有同好嘅評價就錯嘅。根本啲啦吼，就係同歡喜做啲搖唱都係亮麗哦，講細啊。嘅哦，吼嚟到現場哦，等下咧，佢也就好就可以來唱下吼，來唱歌嘅，撥大家聽一下吼。等下日擺嘅鬧熱大擂台後面有咧人氣王哦，人氣王嘅比賽哦，大家等下做啲聽看啦，佢哋用啥奶啥咧唱嘅較好吼，就做啲大票盤嘅，就一下大家先嚟學看一下。